这就是千年前的南梦湖啊。嗯，你们家之前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以前北烈大举南下，攻破了火风堡，俘获了北安王。若是再突破琉璃谷，我们这片世外桃源就要变成人间地狱了。哼，有我们陆大哥在，北烈那帮蛮子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对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驱逐北烈，驱逐北烈，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。傻瓜一划，傻瓜，陆小花，给我站住！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所以在你经历的过去里，我们发生过什么呀？哼，某些人啊，对我可凶了，一点都不温柔。你说的那个杨子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？年纪小小的，却像个大人。那阿爷肯定会很喜欢他。我们回家了。